台南市政府开1500万哦，伫东区西南台湾头一以军事做主题游戏场，也毋过附近有百货公司真闹热，车是真歹停，所以真侪奥多摆拢放开单，是真怨叹哦。市政府嘛表示讲，会伫附近来增设奥多摆的停车格。 公园内底毋但有泡水，阁有战车造型的女郎，要互囡仔哪耍哪练体力。这个伫台南东区以军事主题打造的特色公园，启用到今已经变做出名的亲子景点。不过民众讲，遮歹停车、违规停车的状况真多。昨天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根本都找不到。那天刚好就是说，我要停在隔壁的百货公司里面才找得到这样子。哦，假日超难的。摩托车、汽车都一样稍微走一下，其实有时候小朋友不太方便，但是就是没办法做的十全十美啦。公园的地点过去是陆军5四工兵军驻地，这几年定位了后，市府也甲这规划做公园。不过附近百货公司竟然真多，停车位相对较少。实际勘查上近的奥多摆停车位离公园阁有200公尺，也若汽车车位阁较少。市府按算要增加80个奥多摆停车位，解决停车问题。交通局会在后甲一路的路侧空间先来会设机车停车格。 那后续的话，本周3预计也会由副市长来率领相关单位来全面检视停车问题的改善方式。市府提醒民众，奥多摆若停到公园范围内底，可能会造成危险。照台南市公园绿地驻地管理条例，公园内的步道禁止停车，若违规会罚1000至到6000，呼吁民众车唔通黑白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